多谢建峰来看咱的外交新闻。外交部长吴钊燮承认讲，台湾甲洪都拉斯的邦交真无乐观。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呢，10日就写文章宣布讲，打算要甲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已经派遣特使团去到中国。经过了解，韩国伫建交期间一直咧耍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向中国挖过去，同时佫甲咱台湾讨金钱援助。这个吴钊燮证实讲啦，对方要求金额有够含，不应该甲中国用钱咧拼外交，所以讲已经进入非常艰苦、辛苦的阶段，会使用渐进式的断交手段。情况并不是很好，对方有跟我们提出高价的这个所求。台湾和洪都拉斯的邦交关系有进步，传出韩国总统卡斯楚上任了后，正我来看我外，一面向中国提出60亿美金建设方案，一面嘛甲咱伸手特别爱钱。13号外交部收到一封韩国外长的批，批内底写3大要求，爱3.5亿起水坝，佮倒行国际20亿，起便宜钱嘛增加到9000万美金，拢总一笔25亿美金。由于我们不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中国介入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外等外交部回应，14号卡斯楚就破文讲，我的心向中国，未见甲台湾参详，甚至传出韩国外交部长雷娜已经和卡斯楚的组囝做访问团，要飞去中国讲斗阵的代志。会伫咧蔡总统出访中南美洲友邦，飞过美国时宣布断交，和蔡政府歹看。怎么会变成对国会扯谎，对国人扯谎？我没有扯谎，没有空去，为什么现在变成是因为大开金口，所以不敢去？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保留，所以你故意误导国人，你就国会说谎是事实，也不是我说谎。你前天说谎是事实。但头讲答应中国的，佮把是接受过台湾帮助的卡斯楚政府。去年就任的时，向副总统赖清德当面说多谢。2009年台湾使馆捌向受到政变的卡斯楚一口罩有心的大汉查某囝提供政治保护，是要讲代志过啊，嘛爱别人啊。总统府宣布蔡总统要过境访美的这个部分，请问一下，你会不会认为这2点啊，其实是很有可能是时间上面的巧合？但是有关于洪都拉斯的这个状况，看起来那个时间点并非巧合，而是经过精心的安排。台湾韩国80年邦交，今嘛要甲咱扯，真正互人看甲真唔得。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